继续来看婚林一个印尼籍的女看护，11号暗时身体无爽快，坐厝边的车要去病院半路啊，突然间失去着呼吸心跳，厝边是真紧张，随甲车驶去附近的派出所来化救人。远警马上卡119来叫救护车，而且按照着救护员的指示来做心肺复活术。这个女看护总算是恢复意识，救回一条命。今仔日女看护特别到派出所向伊的救命恩人说多谢。开车进入马公派出所。乌色的轿车开到派出所，驾驶一声青光，赶紧落车冲入派出所。所来员警队咧撞出来，做伙参驾驶对车内底搬出一名已经昏去、无呼吸心跳的女看护，搬出车外。员警打电话叫救护车，而且按照电话中救护员的指示开始做 CPR。好，那持续的压。有反应了吗？行了，有反应了，有反应了。醒了，还有发出。好像。他要吐出来了，想吐呀！远警 CPR 才做2-3分钟，女看护的呼吸心跳就恢复，救护车嘛赶到位，将女看护赶紧送病院来治疗。女看护出院了后，马上就转来派出所向救命恩人来说多谢。谢谢你。他现在都治好了吗？真的不一定。最开心的还是就是我新冠籍女子平安出院。远警讲，平常时就有咧做 CPR 的训练，才会当伫咧关键的时阵发挥作用，救女看护一命。